好多人都問點解衫要攞去洗衣店洗呢？其實客觀嚟睇呢，攞衫落去洗衣店洗呢，其實真係好好嘅。咁點樣好法呢？就係講，譬如你攞衫落街洗，你會慳翻好多時間啦。其實價錢亦都好平。喺洗衣店洗好嘅衫，你拎到翻屋企已經可以着上身㗎啦，唔需要再要燙㗎啦。咁如果一般7磅嘅衫，大概係10零20蚊已經可以搞掂，處理得好好。你諗下，相對嚟講，如喺屋企處理一袋衣物，你又要買鹼粉，又要買柔順劑，又要水，又要電，最緊要就係阻咗你好多你寶貴嘅時間喎。咁仲要買洗衣機呢？咁其實計落攞衫落街洗，其實係好划算嘅。